驱除他的政协委员名义，让这个教师队伍的败类滚出去！给我们山东人抹黑，给我们教师队伍抹黑，是吧？让山东大学、山东政协给我们一个交代，给人民一个交代，给共产党一个交代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打倒汉奸邓小平！打倒汉奸邓小平！打倒汉奸邓小平！邓小平是人民的敌人，邓小平是人民的罪人。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人民万岁！打倒汉奸邓小平！打倒汉奸邓小平！邓小平不投降，就叫他彻底灭亡！邓小平是人民的罪人，邓小平